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帶嚟幫我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，狠刮特朗普，美媒講實話，美國人難逃中國製造。美國人依賴中國製造呢，相信地球人都知道噶啦，但依賴到咩程度呢？相信呢未必好多人會了解啊。近日有美媒講實話啦，指出美國嘅家庭用品呢都高度依賴中國製造啊，甚至有一樣呢美國人離唔開嘅生活必需品呢，更加係99%嘅貨源呢嚟自中國添。就算刻意唔用中國直接生產嘅產品呢，都避唔開中國供應鏈嘅影響啊！呢篇報道猶如將迷信關稅治百病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呢，狠狠咁打臉啊！4月27號，紐約時報推出一篇文章，叫做呢 Your Home Without China， 通過深入分析美國嘅入口資料，用圖片揭示咗關稅戰可能令到美國消費者呢，喺邊啲領域會受到商品短缺、選擇減少同埋價格上漲嘅困境。報道指出，好難想像一個沒有中國產品嘅美國家庭呢會係點樣嘅。而隨特朗普推出嘅瘋狂嘅關稅政策呢，呢啲商品嘅價錢呢可能會繼續上升添。紐約時報展示咗美國家庭嘅廚房，由此容易見得到呢美國人對中國商品嘅依賴程度啊。中國生產嘅大量嘅餐具同埋烹飪用具呢，幫助美國人解決咗口腹之欲。尤其美國人嘅家用麵包機呢，幾乎每一台都嚟自中國嘅。幾十年嚟，中國投入咗大量嘅資金發展製造業，去到今日呢，中國生產世界上近1/3嘅實物商品，呢個規模比美國、德國、日本、韓國同埋英國呢嘅總和仲要多啊！雖然呢報道都提到，近年嚟呢一啲產品已經從中國轉移到墨西哥同埋越南等國家生產啦，仲有啲產品呢仍喺美國廣泛生產，例如美國生產部分嘅高端家具啦，仲有體積龐大而且運輸成本高昂嘅床墊。中美貿易戰呢2018年開打以嚟啊，近7年來，美國關稅政策嘅轉變呢，直接推動製造業嘅商家加速向東南亞同埋南美呢佈局生產能。但以為咁樣做能夠令美國人呢避開中國製造，錯啦！呢國家而家唔單止呢創紀錄咁樣呢進口中國嘅零部件啊，更通過組裝生產將大量嘅終端產品呢銷往美國市場。美國人可能購買一件呢從墨西哥或者泰國生產嘅電子產品，但內部呢好多零件呢仲係 Made in China 㗎。好多美國家庭嘅商品入邊呢，最昂貴應該係汽車啦，呢個應該唔會係中國製造啦啩？錯啦！雖然美國消費者唔可能直接購買從中國本土生產嘅汽車，但好多汽車嘅零部件呢都嚟自中國㗎。而美國對外國車廠嘅零部件徵收新嘅關稅呢，已經喺5月3號即係琴日呢生效啦。尤其係電動車啊，佢最重要嘅組件呢就係電池啦，呢個呢極可能係中國製造嘅。其實呢，特朗普唔好以為啊，美國係永遠嘅贏家。關稅戰引起嘅連帶效應呢，已經係覆水難收噶啦。唔單止顛覆咗全球嘅經濟體系啊，更加衝擊美元霸權嘅地位。當有一日美元失去咗世界通用貨幣嘅地位，美國唔能夠再靠印銀紙呢，就換到外國嘅商品啦。美國人就等住呢自力更生啦。到時可能好多人呢先突然間醒覺啊，原來特朗普呢唔係令到美國再次偉大啊，而令到美國人呢更加痛苦啊。